嗨，大家好，今次我哋嚟介紹港鐵延線。西港島線或港島線延伸段，係港島線嘅延伸段，亦係一條社區鐵路，每小時每方向載客量達85000人，由上環站向西延伸至堅尼地城，並喺西營盤、香港大學、堅尼地城設站，全長3公里。超過90%居民可以徒步前往其中一個車站。因應地勢，車站出入口首次採用高載客量升降機同上坡扶手電梯，改善區內交通，活化港島西區。路線喺1987年提出計劃，2005年9月展開諮詢工作，工程喺兩鐵合併前已經落實，並喺2009年8月10日動工，歷時5年，喺2014年12月28日正式通車。而西營盤站因為工程進度落後，列車到站後只會稍作停留，車門唔會打開，直到2015年3月29日先正式啟用。